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6月初1，箴言9章6节、10节安尼讲：人气杀愚妄，就得着我，也着行伫光明的路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根本，人捌迄位神的，就是聪明。三个来祈祷，爱愿气杀愚妄，敬畏你，通得到智慧聪明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施恩赐福的源头，你是活命的主宰，你是至权、至真、至圣的全能上帝。你的名伫全地到这悬大，无人通比。你的信实达到强冲，你的慈爱永远伫地。主啊，我要拍摆伫你的面前，向你献上最深的敬拜，最悬的尊重，甲最真诚的懊恼。主啊，当世界充满歪曲的时，求你赐阮分辨的心，互阮选择真理，追求圣洁，谦卑顺服，跟对你来行。主啊，求你帮助阮，逐日刻薄你的话语，领受对你来的智慧，互阮知影气杀愚妄，行伫光明的路，因为敬畏你是智慧的根本。认捌你的，就是聪明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